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米，欢迎收看暗上方法。搞菜吧，其他一般的人如果是有谈到的，但是听人台湾做起，搞菜吧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非法技术。今日我哋邀请到来自闽南的钟淑文小姐，我同你介绍搞菜吧。淑文好。好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文，我欢喜今日来到也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创作。咁係咪請淑文同你介紹一下搞菜吧？這個名來講，伊係咪一定要用搞啊？就一定要用搞。咁伊係用嘅搞啊？伊係咧通物搞。通物搞啊？哦，嗰種通物的皮。皮，或者講啊骨頭。骨頭，哦係錯。皮跟骨頭去淬煉出來的膠，我入邊有帶一個就講啊，我用的係咧一種啦，一種其實對伊個名嘅叫做3000本膠。3000本膠。係啊，膠嘅品相其實幾多，啊也係咧其中一種，啊做嘅時間一百可以做3000支，所以它叫3000本。啊所以我講我幾奇怪，按你固體嘅膠，又有可能發土。係，我馬上嚟想，嗰時係咪愛啲燒啊？係，要解煮。煮。係，就是講啊，有一定比例嘅水，我對水下去以後，隔水加熱。哦，隔水加熱。因為伊係咧通過新嘅膠，啊一種膠，譬如講啊，有可能有啲係咧用綠嘅、土嘅、黃嘅，一條都可以，一種通過都可以做膠嘛。啊，不過因為伊係咧通過新咧，所以講啊，喺煮啊鐵鍋頭嘅時間，煮啊袂滾，伊個黏性會冇減係。係，所以講啊，為了愛保持伊個黏性，我哋愛隔水加熱，唔好介超過70度。咁伊即個愛透水嘛？伊即個本身就講啊，我哋愛透水一定的比例。一定的比例的水，一定的比例跳下去，然後再一個外鍋，再去加熱，安尼個保險啦。咁呢，我哋講搞講係，你講搞菜嘛，吼，一定要搞，啊要菜，啊而家菜係對哪來嘅咯？菜嘅話係咧，嗰原始嗰傳統嘅一個原料哦，就講我哋咧太鐵嘅土，或者講啊石頭、礦物，要的全部可以變成我哋嘅化的材料。係，從我前面帶一個我哋係咧講礦物質原料。那以礦物質原料來講的話，就是以係咧就石頭磨出來嘅石，啊同一粒石頭，伊可能磨出來石可能有個幼嘅，啊有個粗嘅顆粒，啊個粗嘅顆粒伊啊石就會個沉，啊磨啊個幼嘅時間伊就會個淺，從前面也三個哦，一個方式係咧用伊個名嘅，不過有3種呈現，因為伊啊一個粗細冇相同，所以就可以有冇相同嘅。呈現出戲。好，嗰時我意思嗰度講，譬如講，我哋上面有3種無同樣色成嘅方式，啊嗰度嗰種個淡嘅方式係用加白色粉啊，無論加葱白嘅粉啊咧，比如人哋呈現成個見面人哋講，然後有3種色係因為伊磨嘅嗰種又粗又無同樣，個幼嘅都個白，個粗嘅白，個沉，咁人哋白嘅時節，我有感覺到嘅。除非講色成的深淺，因為伊磨的嗰種粗幼無同樣嘛，啊白烘來咯。白烘起來其實感覺咩講無相同哦。啊，我哋白嘅時節，我哋頭都講啊，一個膠去解用啊，變做水，就是膠水哦。一個膠水，啊，我哋就比如講我要用一個色，我就解倒啊，伊個細細嘅盤嚟烘，倒好嘅，啊，我再加一絲絲嘅一個膠，啊，就要用樹皮磨，一定要用自家嘅樹皮磨。做乜咯？因為我哋家下就講啊，先生，我哋家咩咁先生們啊，先生，我哋可以戴指套冇？啊，你摸樹摸腳會個痛呢？係啊，咁我就會有啲係你會有色成鬆氣，啊，說可以戴指套冇？先生講做唔得，為做乜嘅？因為我哋要用樹嘅感覺去感受講啊，唔係個一粒一粒嘅顆粒，係咩感覺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嘿，所以要用樹去磨安尼，安尼磨嘅時間，其實就可以感覺到講啊，原料嘅個粗嘅粒，就是顆粒，跟個幼嘅一個抹嘅，那個其實直接很明顯。啊，再嚟就講啊，其實用筆切畫嘅時間，安尼漸嘅色成以後，一個色成磨啊差唔多嘅，安尼會再加一些水，就像水菜會加水嘛，加一個水嘅動作其實就是不一樣顏色濃淡而已了，對，就是濃淡。啊，安尼畫嘅時間，個幼嘅就嗰種個好推，就個好推片，係個好畫片嚟。啊，唔過係個粗嘅顆粒，因為個粗，所以
个松唔同，嘿，个松唔同，个唔冇松。即係講松嘅時節，它可能會有一點點凹凸起伏，也有可能。所以我講啊，唔係講啊，哎，把它改平嘅一個發面，唔可能哎來回很多次，讓它是均勻的，一層一層的貼上去，那會是一個很均質的一個表面的呢。嘿。可是看到嚟咯，其實畫伊啲色線，唔係講人一下畫上去，伊色線都唔會改平均，可能伊可以一擺一拖安尼去畫上去。其實大部分來講嘅話，我哋個習慣係一擺，一次一次，就是慢慢的按嚟蓋一疊一疊疊上去。不過咩有啲創作者以為一下將個扭一些，就水冇干到，個扭一些，就是要抓那個比例啦。天扭咩個冇鬆啊，就是以他將個多嘅時間比較大的排刷就按嚟。就是掃過去，其實也有。可是咪有啲問題嚟講，因為唔係透水去用膏嘛。對。可是問題係從人嘅畫布，我把個水吸下去以後，上面都膏嘅呢，係咩樣嘅意思？應該係按嚟講，按嚟嘅畫面基底材，按嚟講基底材有啲會係嚟紙，有啲會係嚟絹布，有啲會然後用麻布都有。啊，譬如講我用最簡單，按嚟講紙好嘅，按嚟嘅紙其實你唔係講啊一般嘅紙，按嚟嘅紙會先處理過，按嚟會先送一個膠反水，就是用一個膏還有生明矾去調和一定的比例，就講啊本一個紙種很對生紙變成熟紙。對，然後而且它有一個膏嘅成分，所以一個色線一個調和嘅啊，畫上去嘅時節，它才有基底材的膠的顆粒分子去抓住一個色線底部包在顏料外面的膠，以那樣嘅黑。所以講啊，你基底材一個畫面上面如果沒有上過一個膠反水嘅話，就是一般的紙按嚟畫。用書安尼名有可能嘅色素不分名迄個啊。係，伊按就變成講，伊會把水全部吸住下，然後弄成膏成嘅色。啊，有時候是弄鹽唔落的時陣，伊就會掉下來。哦，安尼係都基底材會處理過安尼。係。咁像安尼，除了風扇安尼，因為重要點地方無論安尼一般的礦石地方，像帶著石，伊都可以摸，好嗰種風扇。牆色的話，可能都牆頭嗰種大青葉啊，吼嗰種東西來摸。像有啲褐色嘅很用，它有很用的種。褐色的話，褐色系的話，有的可能就是比較偏褐色系的石頭。啊，不過有的位也不見得一定係咧石頭，有的位可能係咧奶，那些地方嘅奶，咩有可能。啊，不過就講啊，其實我哋一個礦物質顏料，有的位係咧純天然的嘛，因為我哋質量嘅地方可能有藍銅礦啊，或者孔雀石啦，譬如講啊，珊瑚，一個全部可以拿來摸成。冇共樣嘅色吼，冇共樣嘅色。啊，所以講啊。亞的東西其實是吃人嘅地方本上就夠少，所以有的時間伊啊單價會夠高一些。係啊，所以有替代品。我有替代品嘅原因就講啊，第一有的會可能像出開所好嘅學生嘅，那個資金冇按到嘅時間，我哋成本冇按高，我哋想用我哋用買唔起啦，然後所以就講啊，有一個。價格上嘅考量，啊，那我就講啊，色系的考量，就講啊，自然嘅地方嘅色，有啲會色冇按到，就紫色，我應該是淺紫色，寶石等級的啊，咁我就貴色，咁我就夠貴啊，所以有的會色要去補足這個色系嘅時間，有的會可能就是用一半人工的方式去改染色，啊，有染過色咧，就是半人工的那種，趕純天然的。這個礦物質顏料，也會有一個價格嘅差異啦。係。唔過我人工嘅時係嗰種化學合成嘅嘛。係，應該算啦。就講啊，見嘅技術其實未幾好嘅，那就講啊用技術去揀一個已經模糊嘅一個色條嘅物嚟去揀染嘛到，伊可能愛物嘅色，愛物嘅色安尼。啊，一個價錢就會差幾多。價錢都差幾多？會差幾多？因為從我哋一直記得我大學一年時初開始自己學一個。搞菜畫嘅時間，我一直都記得我先生講伊個拿公司課啦。我講記啊都記我，太好邊一按到人嘅都還記得。伊就講哦，唔係你前日本啊，唔係你切你嘅花嗬，唔見明日愛去跟伊個太花架碌卡挑東西，會挑乜嘅好啊？
头发啊，头发安泰种嘅花冲别安泰，唔可以用嘅。咁你可以個色嘛？然後個色又唔冇按得錢哦，就講啊，咁就去以控色成控顏料嘅一個顏料櫃吼，你就介意嘅藍色、寶藍色，咁我紅色，咁我綠色，嘅幾乾色成就介叻走就好誒。嘿，有這麼咯？因為這個東西貴貴。哦，可是而且上面冇簽名吼，因為你買嘢拿出去賣。就賣係嚟嘅，係，所以就講啊，其實咩有一些替代品，所以就學生嘅咩還可以用啦。咁嚟講，即係咱嚟講，因為伊個顏料本身都冇便宜。咁嚟，比如講我哋見咩畫嗰啲貴泰畫嘅話，咁本身顏料嘅成本都貴高啊。錯㗎，所以顏料本身嘅成本就會有一天，就講啊。即便還能用人工，有一點點半人工的這個新鹽，就半人工的，我們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新鹽。哦，新，就是新 Q 跟新啊，色是那個岩石的鹽，岩石的鹽，新鹽，新鹽。那用新鹽的話，其實也價格冇按貴，不過講冇按貴，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價格，而且看色是，我研究所嘅時間。給他就嘟紅來發嘅東西，全部係那大地色系。大地色系就我哋自然界裡面食個豆嘛，所以給他就價格冇按貴。即便我用純天然的礦物顏料，其實咩冇貴啊都按貴啦。係唔講啊，你啊創作成本，創作嘅畫面可能藍色系畫面、紅色系畫面，嗰種貴嘅畫面，可能就過多一些些，係。嗰時。啊，但對孫文先生嘅一個說明點，我哋提講，搞菜畫其實係一個貴天然、貴自然嘅一種發作技術。休息一下，我哋等下咱過來。咁如果要到米貼嘅咯。好誒，我寫一個油畫筆嘅時間，我唔知講啊，我現在是寫一個筆，因為係啲油嘅東西啊。啊寫好誒，啊一個油嘅有色成嘅水，然後倒啊那些，我唔知我倒啊那些，所以。唔噴得去污染到幾多安強嘅好。對。歡迎過來啱用方法，好多。孫文小姐同人介紹講，乜嘢都搞菜畫，除非好多人講嘅搞，純嘅係人空腹做嘅菜以外，其實有時候我看到嗰種有疊乜嘅東西嘅字樣嘅，佢係乜嘅東西咯？佢係咧泡，係有興用嘅有泡有粉乜嘅色啦。我今日有帶一個樣本本大家看咯，一個係咧我哋研究所嘅時間先生從下來做嘅，加一個泡碟嘅，其實我哋大家可能個糖喺度嘅，不是可能乾喺度嘅，像一個金泡係金泡，非常講啊，又有五色咧哦，五色咧含到按到五泡，係啊，冇相同嘅黏土做嘅五泡，有嘅五個色成可能冇嘛相同，係。也三種都含咧五泡，唔過五泡，咁我以為你沉沉淺淺嘅色色。因為五泡其實係咧用軟泡，軟係去給氧化，所以講氧化嘅程度冇相同嘅時間，而呈現出來嘅有可能就冇相同嘅。氧化個重嘅都個沉嘅色。有可能，所以就每年咧。其實色冇嘛相同哦，啊一個咩係咧金泡，唔過一個唔係純咧，係一個唔係純，係一個有帶一些粉色。啊一個呢咩係金泡，咩用唔係純金咧，一兩種按到洋金箔。係洋金箔就講啊，伊底部有軟嘅成分喺底部嘅，所以講啊，一種係咧偏個強嘅色色，一偏個粉，它有顏色的色差。嗰種係加上軟。有軟係有其他嘅一個金屬嘅成分喺裏邊哦，然後咩係有咁按漿嘅。係，乜個色攞強色呢？係啊，因為用我打出來嘅咯。其實一個做一個泡嘅技術，我即間冇嘛清楚啦。不過就講啊，日本人其實有做過多種冇相同嘅泡，就是一直去開發新的這個泡嘅色色哦，過多種，然後。
咩还有很多水晶箔的咩油，就quite多种无相同。填墙色的色。系填墙色，啊，有嘅湖泊，有間條到同樣嘅湖泊，無相同嘅人土嘅，還有一個有咩牆色咧，啊，還有一個咩洋金箔，係，啊，一個看起來他家可能個熟啦。圓箔。你一個唔係圓箔，石係靠用嘅時間，嘅時時有啲少嚇，係石，啊，還有就講緊圓箔，圓箔其實。你喺冇處理嘅話，一次就會氧化。哦，嗰時看到安尼金色的原泡，其實係處理過冇被氧化啦。金色的原泡。唔係，你安尼原係嗰金條嘅原泡，唔會變糊嘅，你可能你上面都有要送一層，比如講2層，保護就是的東西。隔離劑跟一個空氣給隔絕，也就唔會接觸空氣以後繼續氧化。係呀，係安尼啊，其實就講啊，因為有按多種無相同嘅泡可以使用哦，所以講啊，人哋嘅畫面底部唔係想用嘅畫面效果，其實有啲嘅時間可以透過一個泡嘅使用去達到畫面效果。比如講啊，今日畫一個嗰種 QQ 嘅。然後上爐的鐵門，啊，我哋就可以用原泡去改腐蝕，你可以撒硫磺粉，然後硫磺水，去可以快速的氧化。啊，葉片前面我有帶兩種小小的小樣本，其中一種一個原色的也當過有一些有啲係成變色的，變糊啦，即係講有些咖啡色，嗰種係你刺眼氧化嘅，刺眼氧化，我就可以疊好嘅。嗰時你當初夾嘅時間色唔咩呢？色係呢樣呢？哦，咪係金條，係。但是佢入邊有一些像主管色，主管色或者講有一些無色，甚至講啊有啲嗰種有一些藍色，係嘅全部係呢天然的一個氧化，就是我就疊好嘅就計，空嘅其實唔是特別，就空嘅差唔多幾下陣嘢，啊，伊就變咗呢。嗰時，嗰種係今日買過去嘅話，就變成我可能時間一久，又開始變色。跟某一天啦，我哋要方法，就講啊條都講嘅，可能我哋該塗膠板水，再把它隔絕。以到最長嘅時間，我哋就給它隔絕起來，就是盡量保持在我哋愛嘅一個效果嘅時間。啊，你當初我想學安尼嘅搞菜幫。一個其實咩鬼神奇啊！因為我感覺到講啊，我自己嘅個性其實怪慢，我做事情怪慢。我閒些時間，爸爸就講啊，我就壓檔嘅啦，他家就從愛食飯嘅時間就行到最後嗰食唔到飯嘅呢。係啊，我就感覺到講啊，搞菜一種做法嘅過程，其實一個慢，一個種一個儀式，因為我今日熟悉啊個槍，熟悉槍來唔好沾到油油嘅東西啊。紙張我會先上過膠反水，我處理過嘛，然後紙張可能會先繃在木板上，然後米的時陣。我用一個什麼？哦好，拿盤嚟拿來開始倒色啊，調膠開始畫。我用四個色，就會調四盤嘅一個色盤嘅，所以更慢啊。全部都要先準備好。全部會先準備好啊，就唔係講啊，像有啲已經現成的顏料，譬如說我能見呢油花啦，或者講啊水彩，我要花嘅時間我擠出來，我就可以漸漸慢嚟就可以畫嘅。啊，唔過其實以搞出來講嘅話，就是冇辦法夾。你就會一盤一盤，你就會按嚟一摸一摸，所以按嚟下爸爸講啊，假使係情緒很澎湃嘅時間，你就夾到嚟畫出來，你可能就冇按適合一個材料，因為一直慢慢，你很多的或者講很衝，然後很焦躁的那些情緒，你按嚟摸是盤色成來，你可能唔會個點摸，係啊。一前會磨痕。應該唔係講緊一前磨痕啦，就是可能某一些情緒會漸漸的內收，還會平靜下來。所以你可以發現講啊，搞菜嘅創作者其實大部分會有啲普遍的特質，伊可能某個部分伊係呢個輕嘅下來。所以在講到講啊，會做嘛嘅會先有個感，我自己嘅個性可能夠慢，我會有個頻率。會接近啊，那我一啲點係呢，因為我喺那次講真呢，啊，喺啲蔬菜全部係呢個自然嘅一個環境啊，給它太好嘅時間，就太好嘛，佢都會好一開始嘅時間嘛，冇學過油花，啊，嚟刺科那嘛，那個西方嘅藝術大師全部嘛畫油花，畫個暗定靜啊，你嚟學一下。啊，落去學版畫，啊，落去刻一下木頭，水彩也要繼續畫，然後他還去那個做陶藝啊，釀奶昂嘅啦，一個嘛個度學，啊，佢係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学油画课的时节咯。油画先生讲啊，哦，那个好的那个画布呢，带过去打底，嘿，带过去先干那个带色，先干涂好打第一层的一个色层哦。我给他就干那个画布带过面哦，就我那个散红。我就开始涂色层涂好诶，我去洗那个油画笔的时间，我唔知讲啊，我要去那是洗那个笔，因为係啲油的东西啊，油的东西，如果用嗰個松香水嗰啲東西去洗，面試又改唔好嘅面試啦，有啲人會改喜歡，改特殊嘅面試，唔講我自家冇改好，係改出結洗好誒，那個油嘅有色層嘅水，然後倒完那些，我唔知我要倒完那些，所以唔盼得去污染到嗰種安詳嘅河水。對，就講啊，跟我自家喺個環境底邊，嗰種唔知要倒完那些去，那再來就講啊，其實自家咩難事啦，我改唔好洗油包筆，就個筆安尼油，我改唔好嗰種油嘅感覺，黏就是黏又油，我洗過多擺能洗過長度，那個就全部過吃鹽，過甜鹽就搞就顏料調好之後，我哋就加水，所以我哋要洗筆的時間呢個簡單，就我哋水通通，我哋就聽誒。最主要嘅水同冇會污染到。係，就感覺到跟土地、跟大自然嘅關係，其實個群啊，然後跟自家嘅個性，又嘅個緩慢嘅，慢慢嚟來，天嚟來，又嘅步調，我感覺到講啊，個適合啊。安尼，你畫搞菜畫以前係咪有一啲，譬如講水彩畫嘅帶，無如嗰種其他嘅帶，素描嗰度帶用？基底可能我哋都要啦，因為我哋其實畫圖嘅人，除非講你畫抽象，你可能就不見得一定要寫生啊，也很容易。那唔過我哋畫個具象嘅，其實素描、水彩這些，其實都是在一個學習過程裏邊一定會學習到嘅部分。因為我哋冇那好，是因為講我哋以前我哋看我哋台灣做起啲搞菜畫嘅泰式沉浸啊，嗰度，然後再看人嘅最近嘅一啲作品，我發現到講，一啲最重要嘅東西就講線條。咁我喺搞菜畫地方。佢重要嘅表現呢啲東西，包括我哋以前曾經去西摩嘅書房嘅嗰種手勢啦，嚇，用我哋咧看嗰度畫嘅嘅法條，嚇法全部歸正。咁廿畫地方，天哋看到阿婆嘅條欄木，佢一記，安尼畫上嘢係咪？咁樣但是最本人感覺到震撼嘅如佢條欄木顯，你感覺到講。其實真正都感覺到講，你可以看到嗰種時間，好慢慢地喺上面吞到啊那個條欄木嘅流，能講啊個強樣嘅東西，好流，講起來係流過樣嘅。咁唔當初畫也畫，譬如講阿婆嘅畫，唔畫會叫啊？畫一叫其實冇特別嘅順啊，因為佢係我哋差唔多一整日欣賞幾天，我哋就會一整日就會有一種按那種嘅作品，係我哋欣賞過甚至因為考量到講啊，我哋2年係要畢業嘅話，唔是有一多種嘅作品，能可以填滿幾個展覽嘅空間哦，所以決定一下，我規定我們你至少要60號嘅台式，一整日我哋要拼圖一次，不過一整日其實真係趕。幾趕，所以其實我哋都冇可能講一整日之內就發hết。不過我哋一整日底部可能就差唔多6、7場應該係做得啦。不過每一整日都會有新的呀，每一整日，不過全部拼圖拼完之後，我們還是要繼續給發hết。所以講真是一種圖要用一段嘅時間嚟給發hết，其實冇特別去算啦。不過一整日其實冇乜可能啦。下擺幾下張嘢都有可能。搞菜畫其實係一個意味一種非法技術。頭到我哋喺新聞時候時同人講，因為伊做事過慢，嗰時伊選擇嚟搞菜畫，但是伊畫出來嘅東西一定冇本學到。我哋休息一下，等下我哋看其他作品。嗰時安尼畫嘅度嘅。台灣的煙葉廢耕。就想講啊，到後尾對還蠻少少嘅時間，我去做一些嘅記錄，到後尾我干一個我記錄到嘅嘢，可能個特殊嘅記憶阿爸幫你改轉化到一個我嘅畫面地邊來。
过来安平方法，来自闽南的说明手机，我喺嗰度即個阿媽相，等嚟分享一下，係啦阿媽很用畫嘅。作為一個安泰嘅畫，一開始一撲上去畫冇。一開始嘅時間啊，係你計打出來吧，就看下燈嘅方。就打出後尾就變白。因為安泰嘅時間，我要撲上去其實咩個唔好撲啦。變白嘅時間，你就可以每一個地方你就看得到，也比較可以估得到每一個地方嘛，所以就有介意打出。唔過有啲部分，譬如講我要疊一個鋪嘅時間，你就一定會看下平平來疊，所以都要。嗰陣我畫嘅地方係佢睇呢？係啊，個睇當然個好啦。唔過就講我一開始係畫阿媽。也幾種圖嘅時間，其實似研究所嘅細嘢嘅研究室地位，佢係似研究室地位，唔過咩很難用啦。一種圖安尼打直空起來，其實很難用。佢當初想畫一種東西嘅構圖嘅時候，構圖嘅時候，我想到一堆後背來畫你阿媽咯。佢係其實就有幾個想法，就講我有卡人嘅時節，比如講我做乜嘅會畫我自己有卡人，其實對我爸爸，其實對我爸爸開始貢獻啦。就講我嗰種似一個細年嘅一種感覺一直似看自己嘅爸爸、阿媽，比如講我哋自己家庭嘅一個故事也好，我講過嗰種我哋一直聽下言，後背應看言，嗰種看係你就講第一個係你爸爸、阿媽，一個一下時心肚裡寫上嘅係你，一個我爸爸，一個我爸爸，真是爸爸，一個頭一面咬住佢已經背對你的時候，係你咁樣係你應看你，就一直去看自己嘅爸爸、自己嘅阿媽，所以佢係會想講想會對一個背後的角度去看，非常講頭一次看伊一種角度，係你對安尼出發，就是想法係你安尼來嘅，就是輕輕的、細膩的用安尼應看伊安尼。日本話有一句話講啊，細膩的也好，如係看太膩的樣嘅太嘅啦。如講細膩的、美的細膩的，如係對辦事時，你看到佢太膩，不一樣，唔係辦事時啫。本太人霸到嚟，可是其實我哋看到嘅畫作嘅時候，我嘛，咱哋介紹我嘛會了解到講，其實有時正面表現出來嘅東西特強烈，但是用背影嘅話，不一樣嘅話，其實表現出來嘅東西都感覺到好含蓄，但是這種東西嘛，可以透露到是，即個婚姻嚟講，其實睇阿媽同爸爸心裏邊，還是用人係個聲音嘅。但是我嘛看到另外一個，感覺到講，也係咪講，其實教菜畫一種技術，我表講其實用不一樣嘅話，其實畫嗰種線條，我個刺眼冇，你講，個可以表現講一種畫嘅嗰種張力。就講似東方嘅花類地背一個線條其實係你最重要嘅元素。我自己畫圖嘅一個創作習慣地背，好像線條也是一直在出現。當我自己愛畫我自己嘅阿媽嘅時節，其實佢拍攝咧聽人冇，譬如講阿媽嘅面紅嘅也就皺褶啦。其實我就過次樣，我就會想講我用線條去來做表現咯。尤其條都有講到講佢係似圖研究所細嘅研究室，畫阿媽嘅一個作品。嘅畫面變我自己嘅眼神個睇嘅時節，唔會講到講嗰種有安全感，因為本日嘅畫面嘅態勢包圍住，一支一支來跟阿媽私聽啦麼？透過人背講嘅一個事實，一支一支嘅私聽啦麼？一條一條來畫，而入面可能一個皺褶，其實是嘅時節，就自己一個人要去台中讀書嘅時節要。冇認係唔認識講同學，大家係蠻過數嘅時間，我感覺到其實佢有安全感。我覺得佢係你自己心肚裡一種，好像是可以被滿足的。因為佢阿媽嘅面冇乜其他色，色過單純，但是變成也被線條，也被糾雜，都變得過清楚。從佢頭頭提嚟講，爸爸嘅嗰種不一樣樣嘅，其實。這種色神都歸簡單，但是因為簡單的色神變成線條，都變得歸重要。咁除了畫人阿媽以外，為畫個朋友
除了乌克兰以外，我还有外国的汉的研究所嘅同學先生，還有我自己啦。再嚟就講啊，我2006年畢業以後，佢也都未咯，我有開始有畫一批漢的田都裡做事嘅阿伯幫忙，也漢的中原的嘅人，所以就是講啊，有亞洲的漢的烏克蘭以外嘅其他嘅記錄安尼。當初中我想到畫嘅就係演農嘅阿幫忙咯。其實漢的一開始在畫以前，漢的企業拍照就是翕相嘅，因為講啊，頭都講2006年漢的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嘛，就給他談到嘅漢的台灣的煙葉廢耕，原本在中原咧，種的在中原咧，原本講嘅最後一年啊，雖然講啊後來又多幾年嘛嚇，唔過給他談到嘅漢的就多幾年咧，種係就種的在種嘅，所以給他嘅拄好變也過去，就想講啊嚇。人咧漢一擺看唔到嘅嘛，唔過有嘅漢咧人漢西多睇一次看得到嘅有嘅農作啊，咁安尼漢一擺，譬如講人哋嘅後代、人後代、人哋嘅先人咧就看唔到嘅嘛，甚至講漢冇真實來認識有嘅人咧，伊就會唔見係，就想講啊，咁係咩對還蠻小事嘅時間，去做一些嘅記錄，就用相機啦去做一些影像的記錄，所以佢係就翕了差唔多1年半的時間，對10年內開始，因為佢係過去已經好開始愛10年內嘛，10年內對到過去一年又重新開始中年內一個流程就該記錄係，一個記錄嘅過程裡邊不是讀到係呢通用一批嘅演農阿伯報名哦，就係。人講嗰有緣分呐，就看人咧做上副嘅一個法條，可能就會啲嘅乃阿伯乃伯妹哦，就每一擺可能就個讀到嘢，所以就講啊間嘢就變到個熟安尼，人講乃叫我叫人咧哦，間我希望我好教我去哦，所以安尼嘅互通地位，就我間我都講啊，也就阿伯伯妹其實咱們等一下啦，就嗰種年紀雖然就從自家嘅爸爸，甚至講啊。比爸爸個太嘅年紀其實沒有哦，咁個延期田都裡一種人哋講活力，其實還是嗰種生命力個強。有啲人談到唔係萬年咧冇嘢哦安尼，所以捱起田都裡跟有啲阿伯相處嘅時間，捱冇自家嘅命嘅，捱命嘅按到萬年咧冇嘢，所以就想講咁安尼一個記錄，一個攝影嘅記錄全部結束以後。咁咪係咪捱緊嘅捱記錄到嘅就可能個特殊嘅記憶阿伯幫咪計轉化到嘅捱嘅畫面地邊來，所以佢下就透過12V阿伯幫咪，然後跟住12V阿伯幫咪嘅形象，發到捱自家嘅教材嘅一個創作地邊。嗰時你講，你唔真實去記錄，也俾伊啲人呀，俾伊啲開始受傷害嘅伊啲過程地邊，你都發現講喺度其實伊可能一生人，你哋做人嘅，對阿伯幫忙，伊睇下最末伊啲我哋講人呀不生日，愛受傷嘅時間，你就把它記錄下來，然後先翕相，然後再把它畫下來。其實最有影響還是頭頭人講，你用嗰種線條，你畫出一定的面相。你咪講嗰條面相，當初對你來講，係啲乜嘅心情？我感覺到講啊，其實面相唔單止講啊，有條阿伯幫妹嘅面相，比如講我自己有可能嘅爸爸或者阿媽嘅面相。我講到嗰對我嘅印象其實幾重要啦，就是變到講我跟一個人，其實我哋有真實接觸過。比如講透過一個畫圖的轉化，然後我希望講啊，我可以去畫面地邊去呈現出佢係我所記得嘅我記得嘅係你用嘅神情，用嘅表情，用嘅再個按哪個一睇一個弧度啦一條，所以比如講我會想去畫面地邊去跟人咧，人哋講每一種嘅精神好嘅，想佢留下來。所以我特別想要去描寫人的一個面容一個部分。其實人對於民農來講係個最重要的一個產業，但是隨着呢人業唔可能在摘後，其實人對民農來講變成一個小小的殺氣的產業。但是咁樣人的新聞其實同人的記錄的最清楚的東西嚟講，人哋即使係中人的阿伯幫妹，其實伊定留下來的神情，唔可以講因為人哋的人業冇嘅。
好，啊，等那山也冇诶，冇在唔可以再摘诶，好，但是伊等那深浅路变成冇诶，但是如果把用人的发作，把伊能嘅时节做些时节的用诶，囤积咗伊的用嘅地方，好提留下来。其实书本头都讲，伊哋贵重嘅东西讲，伊係没有卖人的模嘢。休息一下，可能第一陣講，伊係没有卖人的模嘢。咁其實唔把嘅時間，記得阿婆有陣講，剛才肖像費。我呢個唔把貨。公家下下，中眼呢給你以下顏料，爸爸下顏田，俺愛用日樣，愛用花圖，愛來記錄，用一個產業是冇相同嘅，俺哋三個四代嘅人，俺哋看一個土地上嘅，用嘅產業。是冇相同的时代，就是冇相同的一个呈现方式。保养过来，安详方法。上一节我哋讲过，孙文先生係没有卖人的模嘢，但是你先唔嚟讲他，我哋先嚟讲，其实对人发作来讲，常常把嗰度身边的一啲事情，怎么會想去把人哋自己身边的寫東西啦，幫阿公幫妹啦，冇攞阿媽嗰度咯。因為就講啊，我哋自家最熟嘅東西，其實係感情最多嘅東西。所以我習慣講啊講，對人自家有可能開始畫嘅以後，畫自家畫同學，因為有個係你生活一次人哋自己進行，唔會遇到幾多嘅人，啊有啲人可能有啲會跟人個有交集，啊唔會有過什麼印象，隨便講啊，畫同學或者講啊，條到講到阿爸爸妹啦，甚至講啊人屋企用嘅東西，媽媽菜人哋會煮嘅種嘅菜，明日以為菜人哋會摘一個可以食嚟摘過來講啊一個做嘅香。一個菜啦，比如講我喺山肚裏嘛，山腳下一個明日可以看得到嘅條誒，嗰種自家嘅小朋友用嘅哦，所以我一直替我自家嘅生活地步去感受，唔管一個係你人，也係講啊係你朋友，屋企人也好，朋友也好，鄰舍也好，唔會讀到嘅人，唔會讀到嘅事，唔會用到嘅東西，其實佢係你唔自家。有感情的，所以我感覺到，佢對我來講，佢重要，我想佢留下下來。可是看來佢簡單的東西，用一啲感情的方法，去表達，其實你會發現講一種生活地位看得到嘅東西，而係意義都冇同樣嘅。呢種東西其實對我哋兒童來講，有一啲佢重要文學家，而家作品咪係咁嘅。其實嗰邊嗰種朋友，孫文。那阿公都係鍾立福先生，而爸爸都係鍾天明先生。其實鍾立福先生嘅文章咧，睇緊伊來看過，伊都生活地位嘅，幾多都是嗰度生活地位嘅東西。咁我哋嘛提講，後來有屯鍾立福先生嘅文學，包括啲插畫，係用嘅啲語言會開始幫我哋嘅東西。因為佢下要重新編一個鍾立福詮釋。加佢下我爸爸做主編，伊會想講啊，伊想象中嘅一個詮釋，一本大家人看嘅時節排版當個，唔係本人講壓力按大，按文字按多，伊會想講啊，係咩人哋可以改文中地步有啲個場景變做一個畫面，咁安尼可能就是排版嘅時節，看許人嗱唔係講哦按多詩，啊也提供了一種想象嘅可能性，本看嘅一個。突造，所以佢下就想講啊，唔知家嘅乜嘢圖面順呢，你來用啊，係嘛？啊，所以就講家孫文，我來畫一個插圖，係啊，我就開始看文章啊，就重新再去看阿公嘅文章，啊，重新再去從文章底部描寫嘅場景啊，然後人啦，亦都感受去想講，我剛才每一篇嘅插圖我用嘅來清行。係呢，按呢個語言就是重新來做一個最新嘅一個版本嘅總理和全集，給下來放一個插圖。咁其實畫插圖嘅時間哦，因為插圖佢重要，你講我把啲小說地步，我可能啲短片嘅小說地步最重要嘅啲場景，佢畫出來。我都講最重要嘅一啲畫面，我哋用圖畫嚟畫出來。但是每一啲人想嘅東西。同樣一篇小說，每啲人想嘅方面冇同樣。啊，其實畫出來以後，唔係幾度爸爸啦，冇到幾度其他位幾度，可能講文學嘅裝備，一定看到嘅，一定啲想法很樣嘅。
一开始係安尼啦，就講大部分的時間我畫起嚟以後，我會先俾我爸爸看，因為阿公嘅年代跟我哋見嘅年代其實有一個距離，我哋冇經歷過演嘅生活，冇辦法去體會講啊嘅日本時代，譬如講戰爭以後嗰種全部人這麼辛苦嘅嗰種年代哦，所以有啲東西我冇看過，我會問爸爸，哎呀嘅係安尼畫嗎？啊，伊會講哦，呀嘅係你用嘅畫，啊，我爸爸伊本身就個會畫圖，伊會先畫俾我看，係啊，我就哦安尼樣，我要再畫過安尼。啊，還有就講啊，因為唔係阿公嘅年代，所以後來時間個來唔切嘅時間，你要發現講啊，有啲部分冇改到嘅，來唔切改，啊想講啊，你唔會，你唔怕啦，就留下來，有個時代嘅交流對話咩好，嘅係你耐心嘅，譬如講啊，人哋講見你農民時嘅做些嘅時間，做嘅係你做小童嘛，小童係你塑膠嘛。可是機械其實沒有塑膠啦，不過機械其實係蠻小童。我爸爸講機械人做嘅唔係做小童，係咧做塔比。塔比係咧日本話，就講係咧一種有些咧咩膠鞋，就是也是膠鞋，嗰種咩膠鞋，然後大拇指嘅部分間，另外四隻係咧分開來，係兩隻可能都安尼。伊就講機械做嘅係咧塔比，啊唔過我冇看過嗰種東西。係，所以我印象中嘅農民就係做小童啊，所以我畫嘅人就是我畫嘅農民就做小童。啊，另外就講啊，全市發表以後，有一班係咧參加一個總量子教書嘅一個讀書會哦。總量子教書係咧總理府全市第一班嘅一個編輯者哦。啊，一個教書嘅讀書會底部，大家就是聊天聊到講啊，談到講啊，總理府全市啊畫插圖一個事情，啊伊就講哦一個。畫一個插圖嘅一個作者跳後生嚟啦，講啊，唔看吼，我哋嘅年代，係冇一個新人嘅人生紅嘅衫褲吼，冇布過，也是刻一塊，就是刻一塊，你就拿來布，啊連下嚟，就會有像拉鏈嗰種嘅痕跡嘛。唔過我確實就發現講，錯呢，我畫嘅圖底本冇任何一個人嘅衫褲係有布過嘅衫褲，因為在我嘅生活底部嘅記憶，我有記憶以來。我從來冇做過有補丁過嘅一種衫褲，所以我冇辦法去體會講啊，跟時代嘅嗰種情況。誒，唔過告訴你講啊，安尼咩好啦，就是你有一個對話啦，就見你一個年代跟其他一個年代一個對話，與安尼嘅事情。同樣係一篇小說啦，吼，因為見緊人哋生活嘅情形，真係人哋規劃以上講人哋以前做些什麼，一辛苦，吼，物質貴少，嗰時基本人哋可能嗰時嘅總理府先生，喺度平妹，喺度人東北，唔可能喺種人哋而家做嘅乜嘅一張嘅外套啦，吼，打一張嘅嗰種名牌嘅嗰種土冷褲安尼過，一切都唔可能嘛。係啊，尤其嗰邊有安漢人，我哋南部嘅人，去到有安漢人嘅地方。嗰年一天嘛鬼哭啊，係啊，其實我印象鬼前面都講，其實總理府先生文章有一套都講，其實已經平嘅，個平妹路去田去，算去山峰開書嘅，叫彎下來，半身全部嘅路，係路全部設備叫山尾抬得下來，半身全部無牆，嗰種東西其實。雖然其實我可能是冇講學到下會有辦法的可能，但是以講嘅時間，其實對我哋其他生活來講，啊真是想唔到其實人哋很容易過嘅。可是佢有神奇都講，而家也會順嘅，即係重新看以前嘅時間嘅生活嘅時間，用也順嘅而家會人講，其實再重新把個故事。你再講一遍，等於是重新詮釋安尼幾時嘅東西嘅時間。我感覺到其實對於文學家來講，其實也個文學可以不一樣順嘅，你再重新創作一遍嘅時間，也安尼文學時代就變得更有價值。而且應該講，可能我哋嘅時代過去，我哋想嘅東西可能都唔白嘅，係我哋係咯。但是你再用咱嘅說明來講，我發現啊，其實我哋蠻想嘅貼切。幾時嘅生活？有啲會冇。有的人唔係講啊，真是可以很貼近一個年代，所以就講啊，我提供嘅係咧，我看嘅文章以後用我，因為我嗰個成長嘅背景係咧見一個年代，所以變講啊，我用我一個年代，我可以感受到嘅，我去來畫一個插圖，啊，唔過可能更真實咧，嗰個年代嘅
可能会呈现出来的某一种气氛也好，情绪也好，可能唔係講啊，是真的可以完全是一致。那唔過就講啊，提供另外一種詮釋的手法，一種詮釋啊。那種我個也插入啲，有即個感覺到，佢有印象嘅一幅冇冇得講，感覺佢有感情嘅一種畫面嘛。其實有很多種啦，唔過我其實就有一種，因為有可能係你喺那是山邊呀嘅情景哦，自己講就是半夜的時節，還蠻多半夜啦，就安布提的時節，其實中番薯的賞月那一篇，對，就是我給他直接發的時節，我會覺得發各種嘅插圖，其實畫起來還蠻迄個歡喜啦，因為就是各種田園之間生發起那種山肚裡，然後刺眼啊，安布提的時節，睇得到林沙嘅聲音的這些高料啊，這些草啊，就講剛剛你來中番薯也無，所以規種嘅方面其實就有色的角度啊，有人這些中番薯啊，有人講，我感覺到講啊，其實這個情緒可能情感弄擺。可能因為是暗夜底杯啦，所以看起來感覺好像比較貼合這種，月光下中番薯的這種感覺安尼。雖然時間過很久誒，但是這中番薯的這種景色，可能50-60年前同而家還是完全同樣。還是中番薯誒，咁你這個好 OK， 而家我講係總理府的孫嘅，好貼名。老師嘅模樣，一種東西對你有講有壓力冇？講冇壓力係你騙人嘅啦，就講一天我有壓力啦，像我姐姐伊讀文學呢嘛，中文呢，伊講伊太好嘅時節，唔敢本先生啲講啊，伊係呢總理府嘅孫嘅，江先生會用特別眼光看你，給你照顧你，這樣子，當然係開玩笑啦，就講啊，你其實我感覺到講啊，因為有安尼嘅身份，當然一方面。我們也很引以為榮，能夠幸運去按那個家庭底部出生長大啊，隨時就警惕自己，俺會做到幾好，哈，俺係咪有可能可以跟爸爸，或者講啊阿公，演呢每一種嘅去創作，或者講啊對土地呀個部分的觀察觀法來繼續給延續下來。其實我畫嘅東西，同樣係呢生活底部我看得到嘅各書嘅東西，各熟悉嘅東西，然後感觸各詞呢，有嘅東西其實跟阿公或者講爸爸演嘅作品底部演就係寫生活，唔過我可能係呢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寫生活，我係呢用筆筆來寫生活，阿公嘅下寫。中年的給你以下顏料，爸爸下鹽田，我用日樣，我用畫圖，我來記錄，同樣一個產業是冇相同的，我哋三個時代嘅人，我哋看一個土地上的同樣的產業是冇相同的時代，就是冇相同的一個呈現方式啦。所以我想多多少少應該係呢有影響吧。5年前，我哋感謝總理府先生用平凡的文字記錄兒童的一切。而家，我哋會感謝總書記手指，以用教材記錄我哋生活底部會受曬的一些事情。今日嘅分享，總書記手指來暗用方法。係，感謝浩明，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暗用方法，我哋下禮拜再見面。嗰時，唔係的啊，藝術創作的過程。幾多時間，就係創作者同作品之間的對話。就像孫文講的，你畫阿媽的時間，伊一記一記畫阿媽聽阿無，嘅時間，你真正真的去同阿媽試聽阿無。孫文用教材畫打理的，唔單止係自家的故鄉，還係自家的記憶。